本期节目嘉宾：尹派小生陈立宇、尹派小生张琳、尹派小生陈立军、尹派小生郭倩云、尹派小生徐伟钗、尹派小生王清、尹派小生刘杰、尹派小生竹节芳。粉墨新生代，风从东方来，佳丽新风尚，魅力新舞台。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青春戏院，我是董丽，欢迎您的收看。2013粤女争锋第3季即将火热来袭，青春戏院栏目与前2届的粤女们携手相伴，掀起新一轮的粤剧风潮，品味多姿多彩的粤剧盛宴。青春戏院倾情奉送粉墨嘉年华粤剧青年演员流派群英会，让我们走进如诗如画的江南，同赴一场美丽青春的嘉年华。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特别推出的是粤剧小生流派中的尹派。说到尹派它是由尹桂芳先生创立的。尹派唱腔脍炙人口，他注重以字制腔，以情带声，在粤剧中还有10声9引的美称。尹派的代表作有何文秀中的何文秀、屈原中的屈原、沙漠王子中的沙漠王子、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等。粤剧《桃花扇》思乡君，念乡君，秦淮遥望水盈盈，桃花片片，侯朝宗手持清香，追念这一位魂牵梦绕的女子。有请绍兴县小百花粤剧艺术传习中心尹派小生张琳。相聚苦恋地，相聚难
在青蛙河边，草宽花谢得月，苍云相见。土地你做前老，虽不言言，哪知道冤大人将我黑夜。来相聚，你手中桑，桃花片片。在草中走天涯，流浪在人间。总以为是小别离，一世从前。有谁知情命到火燃窗边，听说是你清早南是在今天，鸟一声响一响，时光
大家好，我是来自绍兴小百花粤剧艺术传习中心的影派小生张琳。每次到团的时候呢，我都会在舞台上跑30圈圆场，大冬天也是一身的汗水。我的艺术道路就是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跑。我与自己赛跑，不敢松懈。那一圈圈的圆场，挥动折扇，踢起折子的时候，我的心灵就感觉非常的踏实。那种身体的劳累却带来了心灵的享受，仿佛离人物越来越近，幸福翩翩而至。06年的首届粤女争锋使我终身的难忘。那么多的比赛环节，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要一件件的完成，每天晚上我都会练到12点以后，这种身体真的是劳累到了极致。但是通过首届粤女争锋我也收获了很多，举办了自己的个人专场，排演创作，拍摄了粤剧电视剧《一钱太守》还有《玉簪记》等。所以我在这里呢，要感谢粤女争锋有这么好的平台，使我们青年演员飞速的长大。我渴望我的女儿在舞台下看我演出后，能骄傲地说：“我喜欢妈妈饰演的一钱太守、小潘，还有或者是老爷爷、小少爷。”当我站在那一方我深爱的舞台，演绎一个个自己喜欢的人物，观众随着我的演绎或哭或笑的时候，那便是我人生最大的满足。粉墨新生代，风从东方来，我是张琳。何文秀是粤剧传统剧目，九里桑园，踌躇辗转，为的是患难夫妻破镜重圆。3支清香，6碗菜肴，倾注了兰英的一片真情。有请福建芳华粤剧团影派小生陈丽宇。走过了两花城，去报两兵来穿过，九里桑园面县城，看似前一座桑园多美人，眼看人家十所谓，那一边做礼貌是为了谁？莫非就是杨家妹陪我上前把门开？为什么晴天白日门关紧？耳听那边鼓声响，不见娘子王妃行。我忙乱于自常在，不可常想来看分明。哎呀，常口高来看不清，预料眼快上头谁看得清？放手去莫向内望，只见一间
娘来朝上把婆母叫一份两旁，三次清香炉中炒，荤素菜肴素上放。第外把小红灯贴当牛，第二外有接鱼儿破壁下，第三碗香人蘑菇炖豆腐，第四碗把菜香干炒千张，第五碗酱烧葡萄牛有牛，第六碗酱鱼花椒在花上，大碗一碗酒一杯，桌上花枝有一双，哎呀看起来古人为我这30年，看向你娘子心里长。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芳华粤剧团的影派小生演员陈丽宇。我痴迷于尹桂芳先生的个人魅力和艺术魅力。随着对尹桂芳先生的深入了解，我更加坚定了学习和继承影派艺术的决心。作为福建省芳华粤剧团的影派小生演员，我觉得非常的荣幸，因为2007年影派艺术被列为了全国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想尽我所能够继承好影派艺术。我呢，在2006年参加了央视举办的粤女争锋全国粤剧青年演员电视挑战赛。我非常感谢这个平台，因为这个平台让我成长，也让我渐渐地被观众们所认识、所喜爱。我非常感谢剧团给了我机会，接下来呢，他们将给我排演影派的经典剧目《沙漠王子》。当然，我也十分期待接下来能够有机会排演一下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原创大戏。粉墨新生代，风从东方来，我是陈丽宇。白蛇传的传说源远流长，家喻户晓，是中国4大民间传说之一。西湖岸边花红柳绿，白娘子与许仙在断桥初遇，一见倾心，是西湖的雨促成了许仙与白娘子的浪漫际遇，是西湖的水见证了许仙与白娘子的悲喜重逢。让我们再次走进这一段美丽的传奇。有请浙江小百花粤剧团影派小生陈丽君。奔出了金山，算他钱塘涛上，想当初与娘子同醉
大家好，我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影派小生陈丽君，我来自嵊州，从小受到越剧氛围的熏陶，自从踏上这条路，我才真正了解到这其中的不易。虽然遇到了许多挫折，但是我喜欢舞台，喜欢演员这个职业。对于身为一个越剧演员的我来说，我只想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希望自己能早日成为一个优秀的好演员。粉墨新生代，风从东方来，我是陈丽君。一字图卷配成婚，对花有字对比例。你是乱进城外最佳装，只为我寻找还好越剧《沙漠王子》，抚琴万里寻伊人，相隔咫尺，却见不到伊人的面庞。自己的命儿自己算，一枚玉佩牵动了你我的心魄。有请上海越剧艺术传习所影派小生郭倩云。一家国弱各分离，四娘忠心救王子，他从宝剑之下逃出去，光阴流水永
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影派小生郭倩云。最初接触越剧呢，我是受到了家庭的影响，因为我是出生在一个戏曲家庭，我的父母呢都是戏曲演员，我从小呢就热爱表演艺术。当时进艺校学习的时候，我就最爱影派，对影派呢也是非常钟爱的。越剧呢又是江南剧种，唱腔委婉动听。前2届越女争锋比赛我都参加了，当时参加第1届我还是一个在校的学生，当时可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凭着老师教的一招一式过5关斩6将，我站到了上海复赛的舞台上。虽然比赛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但是能在上海观众面前展示自己的风采也是非常知足的。作为青年演员，我将怀着一颗感恩的心，面对自己所有的挑战。青春不畏失败，我赢的是自己。粉墨新生代，风从东方来，我是郭倩云。越剧《沙漠王子》，一个月光如洗的团圆夜，王子心中九转回肠，衣里你到底在哪里？诉不尽的相思，说不完的惆怅。有请福建芳华越剧团影派小生徐伟钗。大家好，我是福建省芳华越剧团影派小生徐伟钗。古典艺术、唯美越剧，我和她的第一次邂逅正是7年前，第一次进入芳华，接触到了让太多影迷如痴如醉的影派。
在舞台上的好男人形象和男子气概，也让身为90后的我慢慢地爱上了这个味道。上一届的粤女争锋，让我在粤剧盛事上面向观众，面向荧屏。时隔3年，粤女的舞台在不断提升，不断升华。粉墨嘉年华的存在，正帮助着我们年轻一批演员们加快步伐。我感谢这个专属年轻活力者们的舞台。在未来粤剧事业上，我会一直带着海绵精神，在每次演出和比赛中学习成长，让自己成为影派家族里面的一份子，为影派艺术传承和发扬，和姐妹同胞们一起出力，一起努力。粉墨新生代，风从东方来，我是徐伟钗。一部家长里短的舞女拜寿，悲悲喜喜，看透了世态炎凉，风风雨雨，饱尝了人情冷暖。有请银州粤剧传奇有限公司影派小生刘杰。姑娘，姑娘。相救命，顾不得男女之间与他跑，这草帽是我嫂嫂一才子。就你来与他作伴也无妨，姑娘啊，不知你何故落了难，不知你嫖客去何方。在王庙里何生财，丧你投影为
大家好，我是宁波市鄞州区粤剧艺术传习中心尹派小生刘杰。我对粤剧艺术充满着激情和动力，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挫折，我都会一如既往地走下去，因为我非常热爱这个事业。希望今后我在平凡的舞台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粉墨新生代，风从东方来，我是刘杰。从古到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从此我思诉无尽，负心开，三餐昨晚兰下雨。粤剧《红楼梦》是徐玉兰老师与王文娟老师的代表作，黛玉、宝玉两小无猜，情根深重。大观园里，沁芳桥畔，共度西厢。这段3000痴缠的爱恋，只换来这一纸的跌落成伤。有请上海粤剧艺术传习所尹派小生王清。把我叫三嫂思念不离我，四宝女生温柔带来了。我有错的当年是嘛也好，为什么月儿彼此将我抛？你就素颜
为你死了，你是痛，却是的归文远，难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影派小生王清。作为一名越剧演员，不但在舞台上要艺术过关，那更加重要的是品德。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德艺双馨的好演员。我觉得对于我将来的展望，我觉得我不想说得太远，只是希望我们自己这些青年演员，包括我，都能够创造一个大戏，属于自己的角色。那我想也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支持我们这些青年演员。粉墨新生代，风从东方来，我是王清。有请福建芳华越剧团尹派小生徐伟钗。林妹妹，好妹妹，今天正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林妹妹，妹妹呀。小口将细寻经，数遍了枝头把家鸡头，总算是东园桃子西园楼，今日一乡一枝走，我此生得去林妹妹，心似灯花屏人开，往日平柔已别根，今后若是苦恋啊妹，从今后与你成这朝情。花灯，寒夜挑灯把迷猜，天香亭里观树望，五月彩影踏苍苔，从今后巧语娇音莫生。团水分不开，这正是银河三观终于图，女郎真女情越剧盘起所牵，洞房悄悄静悠悠，红烛燃烧书生的眷恋。梁羽书挑起红巾，诉说着他的万种幽情。在缠绵婉转的旋律中，我们一起来感受儒雅书生的似水柔情。有请嵊州市越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尹派小生竹节芳。
情化作高骚乱心的喜气怎在那一次？只因缘把这阙陌放在两人。3月来我来讨理兄把亲聚，每早见聚缘难聚。从此我思诉无尽，负心慨，三餐昨晚兰下雨，生我所在在妈妈，也得冷雨我恨雨凡中有情，我无此诉，一鬓相思铭记呀岁，好用一盘的不离杨子水，洒足了人间鸳鸯人，今日同房真夫妻，化作余生永不尽。大家好，我是来自嵊州粤剧艺术传承中心的影派小生竹节芳。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想要取得成功，就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汗水，这样才能传承老一辈艺术家的精华，争取做一个德艺双馨的好演员。希望自己能坚持粤剧这条道路，在今后的路上能越走越远，越走越好。粉墨新生代，风从东方来。我是竹节芳。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的收看。下一期青春戏园特别节目《粉墨嘉年华》，粤剧青年演员刘派群英会，咱们不见不散。望尽空碧。
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